所有的地点吧，大概那里大司马引进出来嘛，加上水车，忙正发上方向，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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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方面水车了让加过来，改面也来了。锁骨地里20个人，大一大八定定心心，老百姓才讲司马引进好，揭发上分爱，不晓得分爱啊，苍穹无在。来看，悠悠叫一台人马，大腿一个，胯下宝马，手里向只好一块红铜大开刀。啥人？猎人有个神水官，大致500兵丁，在细细忙正发上方向。神水手拉马背上，到那个门前，哎呀，20个人那么慌，耶！小小一个猎人有3万人，有500孤兵啊，哪个路的？哪个路的？5到20个人，平常辰光揭发上应当没啥问题。今朝一个字来，来了啥地方？来一个很卡了海，不进来的啥人？何日是个牙？何用？何用哪位来？何日先不是小心不牙，还牙不进，才出金上的吗？何用这场男的心急得来双脚跳？要死呀！阿奴啊，你说的啊，位置动地杀人啊，你哪好杀人呢？动地你屋里向交关了，何用该叫家当？人子200万两，你说的杀人？你个地动地将来才是那个，你会不够啊？那么龙枪子，多养侬500倍，考虑手中这台个，自家到营部去采走金奖，没得能力。啥体营部的位置比自家高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他你送到奥运课呢。鸡呀，龙该高子，你看嘛，我能来个心啊，屋里向闯火车。只要求你帮忙到营部个郎，关照营部快点慰问到，就司马引进杀队们，我能女婿性命好保了着。你送是皇帝上，各种小事体啊！这个那，弄我张片子，把到营部打，关照营部张玉成，慰问到之后，不要去讲理。当恩子不肯，那么你关这里，屋里向几口人，准备好几口棺材，我家里3日天当中空棺材统统摆满。我用那么点现在，下个你送大片子一拿，把到营部衙门，狐假虎威，啪！你送张片子营部台子上一挥，谁讲让人家都快点。慰问到处，不然的说话，后果你自家考虑。不晓得个营部张玉成胆小如此，今年送黑个呀！马上照办。当知呢何用的面，公文批好，慰问到处。谁讲嘛？何用松一口气，不周身体的吧？回到屋里，那点心人不爱人。不晓得老夫妻俩高头商量下来嘛，夫人还是不放心。说了侬人啊，多养侬啊，不要这个定心啊。慰问到处，你要晓得，猎人有百姓报效公道，法上让那一拿事体出狗时人犯万人罚杀个，万人不杀后患无穷啊！侬与是性命要不保个。那么我用是哪弄法是干？你老农人辛苦一趟到山东去拔腿一趟，你到上随便啥个事体，我想应当问得如个。我用想对，我辛苦点，我去拔腿一趟，为之侬
也没办法，事体也出个人，重新到你相府旁边你说，实际呀，帮忙，今天上带我请个假，我到山东去拜托一趟，我真怕山东非要出一出意外。那么你说是放心来去好了啊，适当让我当你讲一声，不要紧了，来去好了。实际上刚好的何勇，所以赶到山东李仁友。何勇一到，只有得上些要进来拍马屁。哎呦，华老大人呐、哎呀，卑职见华老大人请安了。来上来请安拍马屁，何勇定也进一桩事体。外文按到这，司马眼睛按杀队。咦，哎呦，华老大人呐、哎呦，这个是公文没有到。我没有拿到公文，这个司马英俊我不能斩首。啊！何勇一听不对，公文我出京的知县已经发下来，这里公文也比我快结棍，啥体你都快我，而我呢，我是手指摸错了过来，比快我也慢，我也到了，公文还问到。阿伟得了上司衙门，你派人去猜猜看，阿伟上司衙门分送下来，只有答应，马上派当差到上司衙门。是个呀，这个伟文济南府府台衙门下来到上州府了，过妻子。上州府晓得个，司马眼睛有望看，帮你翻案没个地理的，可能。一桩事体可以做，啥个事体让你多活2年？外文过了衙门里向分发下去，想不到的，李仁友已经派人来猜着，推脱一声。哎呀，这2年衙门里向的安酒实在都不够，到去了让送啊，那个让来不及，人来才定好，公文来一打，你都打去吧。实干了，昨日。公文大为李仁友马上出告示，今朝欧时赛客，凡人帮扶发上再睡。这个事体安排好，何勇还是不放心。至于是个百姓报效公党，事体没严重，发上了那一闹事体，不了凡人挖过去，搿留下来。我男了女婿2只裤浪都要挖脱个，1周年头是个，马上关上，我陈水官当家的来。陈水官听见何勇叫不敢怠慢，要紧当赶得来，旁头何勇当然交代，陈水，明朝发上浪，你当我打500兵丁，保护好发上，是今朝的陈水官。打500兵丁，忙正发上一响，让过来。何勇呢？何勇自家来着，一记夹子到发上该在台旁边拍夹子点，出夹子只有押金出来追追。何勇接上该在台，何勇不客气，上水位置插手点，只有个腰。要是一个这位置我认为那不难受的，也没办法，那骨头就那哈，那上水我下水吧，只有下水位置里手停来了，水处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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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进发展，到此发展里啪水处打开，凡人打下来水靠加了气他欧花大棒棒好，随了该在台门是一根定住的边浪，地上一举，这根定住上头有一个风球，砰，发嘴拉起来，风球里打一个结，为啥打一个结？打了才头不会沉下来，人不会回答，只有呢要披再条子3万2个球，司马印金插一个塔高，立在
一个扎杆赶上去个档口，搿支纸笔挥出去，纸笔挥出去啊，上来抢哦！大家侪来抢，啥体搿个好么子？纸笔啊小个，啥人家拿上纸笔？屋里向小囡伤风咳嗽发寒热，纸笔上外头一仰天挂下来，门子毛病好着，郎中也不要去。其实搿个物事呢，没科学根据的。我小辰光我试过的呀，我个下部就欢喜我啊，爸子肉子，哎哟发寒热在，看医生，吃药打针痛啊，不知啥然后去叫得来个纸笔，我困觉上外头挂了了，门子种好子，想不到门子挂医师没用上的，搿个辰光人相信。大家抢上个高高兴兴走去，分抢上下趟再来。这条盲针司马印经百姓后头砰一插，害人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越来越多。20个人还到了，到发上一个，哎呦，这样子。江地上500股兵，神水谷夺人，你挨打只有20个，立人于俺们里向还有当差，10港的人你激发上难激发，哎呀，这样子500股兵，刀枪贼兮兮，威风凛凛。神水谷你受那个毛板浪不够台没？水里向刀只好。那法场里向对球子，今日发展，哎呀，这样子，那这样子，哪能法？唯一个帮忙就是希望同仁早一眼到。懂不这个？外头一来着，一进来2件夹子到该站台旁边停，出夹子，啥人呢？一袋8号。大房里个夫妻俩个司马印好到何日先打上来，何勇们人见过里，只有那旁边这大门口见，只有想不了，哎，跟人说了呀，我过小弟上来见你也不见。何日先上开站台，白玉还有2张靠背，收听。司马印啊。东儿水里向接过一张地盘来，地盘来里啥个么子？鸡嘴鸡菜，上面浪一做拨大家看看个，哎，鸡发上，搿种磕脱2声，把过来地盘来地上一放，啪盖头去脱，菜摆出来，最倒好，磕不出呀，哪磕得出？兄弟苦浪头落地，刚当我夺得。高兴也来不及，哪哭呢？哭不出也不来个，不是样的。高兴嘛要珍重，喏，亲家好个，不人家隔离，简单。酒店里向摆点胡椒粉，眼睛盯下去，啪，往眼睛上上去，胡椒粉到眼睛里，眼里马上下来。哎，你觉得叫，不人家随当来哭个，出来上铺自家哭不出。酒店里向胡椒粉摆子一把，搿拉就太多也不来三个。外加用搿个物事有技巧的，啥个技巧？那样呢？气病了，眼睛微微叫张开一点点，啪，酒店上去，搿么里向一眼眼胡椒粉好，大眼睛里向拉在眼里下来着，不晓得一把呀，太结棍了。对马粉滴答，气马粉冰了，望着面孔上砰上去，不灵着。胡椒粉大家晓得，粉没呀，嗖噜噜噜的投下来的呀。拿了投下来的辰光，谁吃个啦？你股吸气，搿白头山谷上吸人气这个。胡椒粉落下来的部分，望着你个白头骨里，
不断也要抗议的。朋友，你啥个意思？你打眼睛的建议，啥天弄到我部队里来，赶你出去。部队的办法，啥个办法？打喷嚏。那是哈子，个司马英豪，啊去，啊去，啊去。司马英进来，人眼睛闭拢了，老灯，灯上灯西在。耶，十三岁里这个让泥头不比，哈去，哈去，哈去。哎呀，发燃了呀！罗大来张看着，眼睛张开在孙不比一看，啊去！哈！哦，凶文，你来啥体？看见李氏，眼睛重新闭拢，这当分看见。昨日头面对吴家芬害人，司马英啊一口气打72个喷嚏，打得出来眼里不提烫烫的。啊去！哎呀！哎，兄弟哎！你这个一哭嘛，外头的害人那弄不动了，兄啊！哎，老家。哟，你看人，哎，不人家才讲老大还兄弟呢。夫人啊，我哭得这个伤心哇！啊是啊，你看呀。我眼里不提烫烫的哇！哎，哭得嘞，真的是像真的嘞。阿伟的啊，阿伟的，阿伟的真的了你，侬也弄啥？阿伟的，你想要表面浪向看看蛮好，实际浪向啊是心蛮狠的。哎，为此家当么侬呀，当兄弟就啊，口上做心的，做心。别一个朋友肯的，拉起来往里头浪去。是的，你讲啥么子？你做啥？啊？我啥哇？我疯狂啥哇？你讲你啥要杀人哇？哎呀！啊，侬人家听见哇？我猜吧，这样。猜不要瞎猜，我跟你讲。哦，瞎猜，可能要猜出来。哎呦，孩子哇！刚也不讲的，不讲这样，哎呦。外头么是个？司马英啊呢，做工蛮好。不，哭得来，其实是嗨嗨的呀。眼里不了吴家芬弄出来的，那做工要想啊！今朝我来激发上，讲给大家听个，哎，兄弟哎，兄弟哎，叫啥兄弟？望空是空生门下个你是年，望都是虚名利怎能够杀人英雄害杀了父亲，老夫是对你心意好，把你来生养，供你读经人，怎能给你恩将仇报，时间随缘。像那调调立法府死处，杀人丧命是狗冤，大奸诈把夫延上，谁呀生死分？你
真不应当，不应当！乃那龙沙呀，乃是为今朝杀头一刀两断，身首分离啊！兄弟啊，兄弟哎！今朝引然泪在水。兄是为你收拾，先打弟兄人，求兄弟你来世呀哈哈送走年。兄弟啊，你今生今世啊，是天啊，就吃个在啊！公人心里想痛啊，不来管你在是天啊，就热闹在，你们马上就要上队噻！公会得当你舒适的啊，你放心啊！那几句几菜么吃一点，不要整我杀句啊！一米来了，讲，看大家有点上当看啊！吃了恶毒，卡地声音，兄弟啊，就这么呢，刚刚是做不人口口的，几句几菜倒是真的啊，吃点下去，不要整我杀去啊！看了爷娘面了，那么今朝主要是当你老实讲清爽，总归大家弟兄一场，还属于什么缘分，是吧？我一说阿碰得上碰不上，吃不成，哥哥呢，做人聪明点。老头子哪些？老头子你夫妻两个弄啥？哎，为啥呢？为此同地呀，老头子不让路呀，哎呀，偏心。哎，老头子弄是弄啥子？那么做事体呢要用脑子，不要一根筋到底，一根筋到底，扣到底，扣到细，是吧？哥哥呢？哎，只有那位帮我。动地铺路，哎，与其能是怪太么，吃了搞得定啊！只有多定，所以求男人要经商经书上没办法，人话不可能搞那个了，搞子呢难不西门我西了，是啦，遇得我西还是难西了，所以何一生是重新对待的辰光呢？哎，做人搿里向活络的多书没用上个。不识字有饭吃，不识人头没出几个，所以呢要格苗头，像主要搿种偷装朋友们，动地塞上去，随便啥个事体侪好解决的啊！我一生是聪明的啊！司马英子眼里含了眼道理，想我哪碰得上你这个一个阿狗的劲？这个分听他意，怒目真马身兄长你不给言，你休不下当初弟兄
虚动见谁言？你以后江东把我黑，只需跟谁十张年，哪来不敌弟兄心？你因为虚动见谁言？你家星星发上来几滴，别人以为你好良心，哪知你心虚，谁写一部言？我兄啊，血黑深水，定也罢，为弟弟报瑞离给因，不报此瑞莫内命，我后你遗忘地上去破分明。哦兄啊，哦兄，哪怕我死到阴曹地府，也要来说你的文呢！哼，小说我个文，说的啥个啊？我出来，我屋里哪只准备好人啊？父母来讲，你今朝闲话当中客气点个，我惠州去也有做法；你不客气，我牛风不动。我告诉你，屋里向、大门廊、窗板廊、树浪向、花架廊，包括家山廊，搿大事先生弄得来个符侪贴好了。你来，你来，每扇房门侪贴好个，行情也是得了。你来，你跑不进。我当然说，你今朝如果识相点领得清点门，我惠州去拿个符叉叉脱娘娘惠州来。啊，你来寻上我，寻上我，寻不上个，我当你讲，哎，我娘娘蹲辣外头做只野猪，哼，会把你戳起呀，对也不要对。娘娘做只鹅杀猪，哎，几岁几菜，往地盘来里扒进去，改头一改，打一领，出了做得出。随着个牌子呀，地盘来到旁边，搞不拉童儿，自家人上改再带，下水山个旁边收停。下头的老百姓，搿个辰光哪里在看车子？搿个出了像人啊，种啥不是？下头一片路上，大家马山门。20个人，搿个辰光心里向紧张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来哪弄法？来哪弄法？啊！法场浪向有保客官，辣看辰光，辣法看辰光啦，其实有几种看法。顶简单个老百姓头抬起来看天，太阳大概啥个位置就啥个辰光。
然后一从老屋里呢，老屋里看动物，看上面看马，马的眼睛看得出辰光的。中浪向正午时，马的眼睛闭到11条线。夜里向正子时，敌人滚油上梁。法上浪不可能做只马来个，是吧？为与中人家科举个用个啥叫敌驴？上头一只神器，上面是像咕噜这个种来句，蛮大个，里向讲四个。下头呢为与只神器，下头只神器啊是定时要拿水打脱个。那么水呢滴滴滴滴下来，里向一格一格挖好个，水满到啥个介大，所以啥个水人。咁搿个物事定不准。为啥讲定不准？大家晓得个水啊，要有水管个，有只水管滴出来就慢着。像现在讲起来种慢个啊，也弄得不起1个钟头啊，要慢脱个10分钟得嘞。咁啥个定正呢？法上浪用个物事叫啥？叫夹盘。那样子个一只盘，东南西北标好个，一格一格一圈圈画好个，当中有个指针说出来，方向对好，把平把了。看啥？看太阳照下来，搿个指针的印子辣啥个地方？印子辣啥个地方，就是啥个时辰。当地时间搿个物事定正。那么大家要讲起，万一碰上阴子天了落雨天么哪弄法？没太阳，没阴子，阴子天落雨天杀人该几个？啥天？不见太阳不杀人，不见太阳杀人，出来要捂了刽子水身上，刽子水不肯的。今朝天黑，夹盘摆好，把客官来看辰光，阴子慢慢讲，下了下，让移过来。大模样让包客官哈啦啦啦奔上来，巴杜拉呀，怎么样啊？偶是丑客。哦哟，丑客在，今朝你去两个焦点，我秋筒里向撒下了。接着师母引进人头落地，并加点马上点人片，哎呀，那别开心！来呀，啊，再谈啊，抬下去，夹腿些，指针的印子下了下，一拉下过来噻，差不多的，一拉奔上来，巴杜拉呀，怎么样啊？偶是你看，哎呦，已经你可在。师傅认真啊，你是捏了头老主，我把人了眼睛问题主啊！来呀，给我再看呀，抬下去。旁边个何勇呢？何勇也高兴。哦，快在！偶是初客，偶是二客，唯余一客。司马引进杀队，司马引进人头落地，我能女婿可让队罢了。老夫台，华大人，此案审得不错。哎呦，华大人夸奖。我看老夫台的能力，这个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，取材了。哎呦，那华大人的意思是？我到北京，在我继父老大人，在我师范兄跟前，怎么样啊？替你美言几句我看你当一个4品黄堂差不多。哎呦，多谢华大人提拔，华大人，今后只要用得到卑职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卑职肝脑涂地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啊！看来你还很有孝心。哎呦，华大人应当的，应当的。多个老高兴，很是个人心急十分啊！哪能发？辰光越来越近，
哎呀，大人啊，你再不得的时候，差一刀下去，口老的切下来装不上啊！你哪弄法？不晓得你一时急，辰光过得一时快。主持人是下了下，一拉下过来，把客过以后，哟，差不多了，奔上来，巴多了呀！怎么样啊？53克。哦哟，3克神光得在，来呀，点炮斩首！啊！地炮棒自动的管子砰，实地气脱，自出面的拿出来，噗一跃，砰一盆火。炮筒里向火药垃圾装好，大火线随了外头，自出面的大火线上插上去，你那不像啊？啥个路的？旁边备用的炮友呢？自出面的插上去，个炮哪会不响啊？哪会不响？出来要门哪个呀？20个人当中，一个朋友拿着活了，那么旁边高举高矮啊，2个人都动的，那地炮朋友旁边地动的，多两高的都动的，地炮朋友那口啊，拖了一道来，那么割出了，还一道来着呀，上来输地不离，接下来么眼里啊，哪里身上的动的全部弄光，个地炮朋友也结个了，来，跑，再来，一方面个那都动的。另外一个去马桶落个小牛，怕啥用上吃茶、擦水，擦到啥地方？炮筒里向一门炮插4上水，点上去声音也没得。第二门炮2上水，噗一来，家人炮不响的，地炮旁有只面孔杀青，我用这面孔也是杀青。老夫太，华大人，炮怎么不响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么你看是你死还是司马英俊死呢？当然是司马英俊。该怎么样呢？刽子手，斩首！刽子手啪，拿司马英俊口老的盲针真灯背上一捅，另外有鬼头刀高举起拉起来，嚓，血，那么到底那哈要何为继续？